身呢，一宿水天路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。该土地，莫啥莫西，给土地哟。树风有条，笔筒有，水天有山。我给予家婆，哦哦哦哦哦你好，你好。阿哥，我这回哦，要怎不甲安排去考呢？爱弟。15年释字制第49133号财团，投标人张义信，最高标得标。迄想爱唱留给总英新是长公一海，其做对老老婆总买本爱着，该兴的该老婆。 早安。早。上午张一新先生的人打电话来问我们的账号，说要汇款。怎么那么快？你先不要给，我来处理。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阙律师。叶秘书，昨天啊，我去看那个房子了。那个房子本身已经很老旧了，我觉得除非改建，不然没有什么用处。可是那里也不是都更区，如果未来想要改建出售的话，可能性也不会太高哎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。 我觉得以张先生的能力，一定还可以找到更好的。这一次工作，我不打算收取任何费用。这间老房子不如就转卖给那对母女，你认为呢？阙律师啊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成为律师的，这不像是律师的头脑哦。你这样会吓跑顾客的。不，我是就你的立场来做最好的设想。 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你们不费一点成本，而且现赚30万，还可以帮助到人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请问张先生在您旁边吗？我可以直接跟他对话吗？张先生不在我身边，但是他有交代我，说他准备用那个房子来保存他的收藏。 收藏，张先生有很多的收藏，最多的是画作，尤其是朋友的画作，所以你就别管房子的用途了。这个女律师太不理性了。所以他父亲
一个样子。您说什么？我想，你就这么跟他说吧。张先生要我传话，你最好去花莲一趟。想知道他是谁，只有从曾家母女身上了解。你好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不会不会，哎呦，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到了，我都还没有整理好嘞。来，请进，路上还好吗？还好，还蛮好找的啊，那就好。来，请。好有古意哦。我们呢，大概日据时候就住进来了。哦，有60多年喽，好久哦。阿母嘞？哦，他在房间休息。从台北回来之后啊，他的精神就不是很好。来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帮你准备茶。谢谢。他出发了吗？出发了。今天早上。和他保持联系。我知道。请喝茶，谢谢。这话有一点意思哎。你猜那画的是谁？是你吗？只要是第一次来这里的朋友啊，我都会问他们，结果他们的答案都一样。我觉得画得很好。啊，对了，你在电话里面你在电话里面说，还可以帮我们再跟那个张义信先生说看看，怎么说？是这样子的，那一天从你们老家离开以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一直很挂念这件事情。我觉得是因为我理解那个老房子对你们的重要性。简短的来说，我想为你们再努力看看。
你不用误会，这完全是出自于我自己自愿的，我没有要收取任何的费用。不过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想要双管齐下。双管齐下。就实际面而言，我会去尽量了解张先生他的需求是什么，然后尽量找条件相近的，帮助他获利。就情感面而言，我不晓得林太太是否还愿意跟我分享你老家的故事，因为那一天在你老家听你说你妈妈在那边生活的故事，还有看到你跟你妈妈的互动，我其实很感动。所以我在想，对于像张先生这种经济条件什么都不缺的人，动之以情应该会是一个方法。我觉得或许能让他透过了解，让他愿意自动的放弃老屋，也不一定。可是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啊，那就是我们的老屋，就是卡讲的老屋啊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帮你把老屋争取回来，还给你们。唱你雄心来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如果你愿意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帮你把老屋争取回来，还给你们。唱你雄心来。爱相信你。而讲到那个事情，张友好呢？其实就可以像那一天一样，你想聊什么就聊什么。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聊，唔家哈做嘛给会讲到，给迄萝卜，迄娘卡讲迄萝卜因为卡讲对萝卜有一种特别的，应该讲係自信，自信。用会讲诶，卡讲完全就冇想到，这公过生前就想好嘞，特别令个意见我个本记条，迄日去就唔是在看骗人嘅面色过你嘞，虽然过得动辛苦。在唱了就冇有过嘅快乐，嘅时节，卡将就做真仙来听说无卡，佢一直讲佢当幸福，因为佢喺无卡地度亲做水门嘅人。
孩子，你又还蛮衰喏。我一岁啊，讲生咩唔是讲到按钮。好啦，爱弟啊，好意思嘞哦，穿羊哦。狗毛字哦。狗魔字。老爷，唔到天当，天主保佑安尼三面毛嘢平平安安，到啥就做一千多好嘅对象。贵秀，家长。用我做钱啊？做张数有钱啊！数钱？数嘛钱？车平安，冇拄做太戏，大家你做叫等钱，也不下无难得，故所分享贵妃5个月。5个月啊？样比头摆较多呢。哪有？头摆要数5个月。係嘛？嘿，错。哦，對係吼。阿妹。家長爸，我還有ございます。啊，我還有。我記得頭擺係2個元，用今年變做5個元咧。啊，你記唔錯咧，頭擺就5個元。不卡嘅事做係我記嘅，我係演視譜不看嘛。哎，唔是，既然講2個元，就2個元啊。也唔係我講，本單就係2個元，家長係講5個元就係虛假嘅。日本社會有講，數碼嘅衰也貴妃做有規矩，做唔得濫上數。好啦，我記唔錯嘅啦，就2個元就好啦，貴少2個元就好啦。將可以將2個元嘅數據本來。乜嘅數據啊？一種頭髮痛，哪有乜數據好看呢？好啦，阿妹哦，講笑嘅啦，家長。2個元係嘛？係。啊，2個元。好啦，按姿勢啊。好，我係你的哈。我知你什麼でした。張來了啦哈。好，你。嗱，就看到一隻車嘅啊，佢頭彩哦，哦，你算係腳你抹住幾隻頭呢？彩喎，真係咧？係啦，真係咧。大早就太世上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猜是個就做到頭彩嘅。啊，有冇做到啊？下禮拜佢就啲嘅。唔好話到細妹年就好欺負。咁不得。咁不得呢？你用啥出來啊？M 卡很安全哦。以前如果有進步，有較好事咧。真健康。唔過吼，但係冇營養會上再好事。超點冇好快。唔會啦，路都當好事咧。唔會像係頭擺路嘅鹹菜哦，唔得太愛嘅全部都本煮嘅事咯。嚇？佢講嘅路嘅鹹菜哦，搶煮嘅愛食甜甜。佢講嘅乜嘅花啦？等於攞咩啊？佢啊？算你啦。
唔好攞佢計較啦。做乜？你阿爺冇面膜，嚟爭啷個少少啊？少來做乜啊？係咩？有你我嚟講情啊18歲呢，喺冇人講錢，佢點都會受了。佢首先用起來，我頂下會買。太子做迄種人嘅新娘衫，未好做自家嘅。唔對吼，唔對。係先做嘢啦。做嘢做嘅，係嘢。唔會太子呢，我係做咧。唔對啦。好啦好啦，先食飯先食飯。好嘞，你唔啦講啦，太子，唔可以來東路呢。又唔會咧，唔會啊，諗心。嚟，做乜雞啦？一兩凍漿呢？唔好啦，做一兩。唔會啦，唱去買壽先，怎麼該做一兩啊？一下就賺的啊！呢個空氣太師，東東人做啲看，愛做較強調。唔是啦，做一兩啦。哎呀，唔使你調的啦，一兩三個做東橋的呢。嗱，係唔做就做。我係太子嘅，你係愛做就做啊？唔愛做愛做。哎呦，做唔得，你係愛的啊。做一兩啦。唔愛啦，你唔愛。做一兩啦。嘛該啦，阿妹出去嘅。阿妹，唔怕記啦。你用煩啦。阿妹，太子唔怕你做一兩。樣嘅啦，葉良係先先，了會又安好，等人嚟講錢嘅時間再做。係咪看？阿妹，幾好冇聽說飛圖都冇人破啊，還係那一隻上愛交情嘅那美人。上太多，好嗎？什麼講嘅咩有樣呢？有樣。葉良，唔看，作為暗家。今日就做葉良啦。做葉良。好啦，做葉良好。乖哦，他沒發。走起走。哎呦。這老娘記慘。你看，做咩做葉生就有食。唔看，係牙痛誒。係牙做誒。好嘞好嘞。好啊，阿妹，嚟去做先。有咩理了？好，生意了哈。好。好来了。すみ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僕の本。本ですか？読めるんですか？すみません。お先にします。あ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阿貴子，做乜呀？我嚟看壽仙啦。係啊。嚟，睇下聽。你金從仙冇啊？金從仙，喂，想要做新娘衫冇？係啊。亞仙老金錢你冇強用哦，冇愛要。你冇做含金啊，冇錯啦。你擺仙吼有較處地位啦，吼。唔過啦，收起啦，我較胖，
还碰哦，哎呀，可能不信哦，拿做一次看看的啦。好啦，来吃看啦，几多钱？哎呦，肉猪骨的，凊彩选，选你4公里就好。好啊，安子生。哎，先生。到我。怎么？叫咱罗清贤啊，就迄在个全国个翻译店，才刚好搞做欣赏的。清贤，叫咱出门，迄节目我太少有记。您不但上得奖，还要做三夫，又要绣花儿，真赞掉呢。この財布は刺繍が細かいね。綺麗だ。ありがとう。いえ。唔煮小弟有买东西啊？青豆啊，杂草、酥诶、椒诶、猪油。当然阮做卖家做做小演用手柄条的。你演用做迄爽爽对对啊。唐朝10年，陆九里面讲，演做演用不显贤。何本物ね。四中にいていました。あなたのような女性は本当に珍し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では。はい。做咩？兄弟啊，罗清贤。嘿，有乜嘅事情啊？我看到唔好。无啦，我病了啊，长得就同款转来，还蛮转不卡呢。唔怪安尼。唔通爱讲出好。我喺咸咸的，他叫我本消息，故说只有来人讲，不管样的，我听说会痛，就算不卡反对没强用啊，唔听我去主动，来保证，听说会本你幸福。小干友，嗨，你肚丑啦？啊，什么？哎呦，来，压头。伊愈爱用好亲无？哎，唔会啦，我日都闷lên rồi，做得嘞啦。出麦，调茶来哦。好。小干友，今晡日有冇要閒來啦？哎呦，我根本嘅啦，為了人出門嘅粉絲，哎，辦公落去啦。用辦公咯？阿貴姐。哎呀，嘿。吃茶。啊，什麼？
伢出门哦，迄眼个老主顾啊。今尾啊，为了老母个亲长辈的后生人，很多亲贤啊。啊，今尾为了佢两煞特别来啊，佢两煞吼，喊那些做得咯，成为一对好人缘哦，亲长辈哦。那出门哦，身体当好，当要团圆上，这个有事呢，万一偷偷去加官加用，天朝要当上。系啊，古说吼，人家有同意哦，系唔系做得将人家出门个八字啊，帮佢带上去老母夹看看啊。老母迄做得应该冇问题啦。吃茶。什么？台港友，繼續拜託我。哎，冇問題，夠得幫我出桌咧。什麼？好，有閒再來聊哈。好，唔要強樣啊哈，有閒再來聊。來，聊方便。問銀鋪迄都探好嘅，怎啊講錢？你問按度怎麼計啊？眼咩唔掂咧？出門唔看咧？唔掂啦。愛看哦，太是個神啊，就是佢只阿賢神好，比較了，唔好爭落了。真冇咧，唔好亂講啦，係嘛？咁樣就看有好結果嘛。哟，桂妹，你来了呀？呀，妹妹，阿桂姐啊，嘿，按早都转来呀，嘿，哎，对方样哎，哦，你对方办事，你看咧啦。人讲哦，门当爱副对，啊，其迄细只还妹的，那讲啊头来爱水体咯。哎呦，我看到两个后生啊，做手就意爱哦。你要向我拆散叫难呢？阿贤咪硬爱，佢讲佢哦要读书，请作家，我讲得几好都几好诶。后生嘅中医就好啊，阿贤係讀書人，其他人講唔會差啦。再講講，唔要當咪當嘅。係咩？哎呦，後生人哦，有中醫就好啦。阿妹，哎，哎呀，俺家都转来了。阿妹，老出门的粉丝共听嘛？前几日咯，我看个细猪的尸体咧，个算命要讲，两三个歹事哦，干唔来啦。阿妹，生做的尸体和粉丝有乜嘅关系啊？还有。把世界根本就会迷信啊！哪个迷信？我根本都係快出一條。一係捱嘅幸福，哪有乜嘅快出一條啊？唔係咩嫌佢不靠冇錢。唔係反對，係帶佢去主動向下懲罰。嗯？你要講乜啊？妹，我偷偷出門，我唔會死死。求你啊！好啦，妹，拜託啦，好啦。好啦，你咯，冇想講要讀書啊，都做得快得祖先嘅規矩。頭半樣入來哦，好好坐屋卡，帶去作動，唔是想啦。お母さん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ね。
会记救呢？袂好诶。我有耐心嘛。好嘞。迄个伊呢？迄个伊真奶，你去甲看哦，太子后后亲将个手法都看到3个。那只听听哦，用的喏，太子。系啊，太子，唔迄形容上用无另个样发色。伊也就会露身影啊。你下家人哦，就爱用露身啦。就算当有钱，免买忙那些人言讲，听错个空气了。也是免无讲究，无用好东西哦。你看，就像亮亮新娘衫，脑杯看起来无嘛解，不过亲好嘅手工哦，全部就看到遐地度。就像阿太妹的，讲话细细声的，不过亲有内涵。我希望老公要迄安样的家庭，然后嫁过去，还怎么安心？还相信哦，阿贤听说要对我同好的，我安心啦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家当人的木卡，是无像是家木卡按吃嘢，我好好的照顾老公，我是家公家娘。嘛该事情哦，去搞还会想到诶。也把喊出的时间，就当想到3个，我也无讲你到嘛该，去搞我地会想的吗？妹，用的呢？还没当听，你相信啊？你阿爸都天当，天从没当听。好吗？你记住好诶，来去是静妹做。你本太牙看啊，我太妹耶，迄当讲的形容。扮演喜乐基，一家团圆，事事圆圆。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。真不会讲啦，真不会讲，很强啦。阿姨啊，你扮演啊，我不识，本期条啊，恭喜阿爸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杯啊，哈。好，杯茶。
唔好是空有，来，要不认识。太极也不认识。太极是啦。哎，还没不认识。哎，也不认。哎，好，我大送哦。怎么给啦？哎，你这个，哎呦，不是啦，哎呦。哎，还要搞嘛干哦？你养钱那么多哎，给开始，给开始。有冇去空药啊？迄上茶一点好事嘞。暗自说，请用色哦。来，皮本爱。太极，哎，我中意了。哦，皮本爱，爱太极咩？种落梅係應該啊。哼，好。再個講，行一百人恐嚇是發唔啲乃事誒，也可能係清明一拜。清明一拜，講到像係他是神人，我個轉來咧。迄個冇辦法，在四棟會冇做得出來。用夾殺，太極，參差安全啊！唔中誒，我做本事。喺同權，唔過啊，我做人心求，冇事情做唔得專門解啊。還有啊，我冇結構，咩連都唔解啊。也着做家人誒，就從我意思。有乜個意思？吼，叫乜叫啦？我唔跟呢。我唔攀嘅咩？我咩？太極，太極，我咩唔攀的？太極，唔攀的。唔會多喲，要等到上喲，去準備啊。冇叫我。天有冇叫？是啦。扮演好生嘛？好事了，今后都是这位啊哈。下各位，你扮演本事啦。恭喜恭喜！咩 ，Navy， 讲这么多位用诶，都给骗啦。男人屁孩哈。做咩啊？阿哥，很強啦。今日喺你睇你嚟哦。雖然講啊，唔係你全部啊，不過阿哥代表政府送2盆新電花，新電花有風有貴氣哦。希望你能拜多子多孫。多福氣。阿哥，按照講係對，還對法令變到轉來，按自身呢？同一家人咩，唔使人客氣啦。新娘姑佢哋會多嘅哦，會緊張冇？有一些。我先出去啦，好。好。
唔得个看嘛个啊？当然迄款啦。我一直希望寻到一个有气质、有文化的姑娘，唔会做衫，又势力高，当然就很啦。我去主动告诉我，唔是你不考复试一步的，总有一年，我会带你去台北，去日本，看那诺贝尔文明的世界。金哥，演出唐伢。絶対君を幸せにします。愛してる。有个天数。电话太跳的，应该声音的，要出声。有病了，我就会转来看。我老唔讲。做心球的哦，伊个规矩我先讲，较毋是吼，我个哦本人讲啊，个做家娘的无老唔教好，那准要做得出来用的事啦，为啥嘞？一次比